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顧客巡查特別來到台灣嘅新莊桂香鄉，一片是個南投縣清泰嘅客家村咯，有700多個客家人。阿賢特別來到總鋪，想好好招待一道鄉親咯。三沙區法通中心，我做好了，搶大家食咯，張來幫我搶。條干娘安做，條干娘啊，好冇，我來幫我搶哈。好啊，安住先啊。好喲。別實行哦。哎。幾錢哦？幾錢哦？大家讓報告了，應該幫你搶。哦，太賺錢了哈，安住先。桂香鄉正熱係第二下嘅莊頭，自從第八嘅蘇婆包尾啊，大家都燒頭燒面，親切好客。夜裡上市嘅布條，傳統嘅做嘅莊下清寒吃菜嚟。第一片嘅鄉親為老阿賢推薦乜嘅好料嘅咯。我客家天絲台啦。係啊，今日見邊日啊嗬，嚟到人家位啊，桂香咩？佢有乜嘅菜啲好嘅食材做嚟介紹俾我冇？橄欖雞啊，蜜餞嗰種橄欖啊，係啊，嗰橄欖係做地用橄欖雞哦，做得啦，阿冇菜脯雞嘛做得啦，按貼片的哦，係啊，好食嘿，好食咯，好哦好哦，今日嚟參觀啊哦，按住食哦，唔怕唔怕，哎呦，人雞肉好含油哦嗬，好食啦，好食咯，好食咯，好，今日嚟參，按住食，哦，條干娘按做。今日國新列位啊，有乜嘅親好食咧？介紹一下俾我。橄欖凍有名哦。哦，按住食哦。哦，有看到冇？一種客家人親好食嘅菜包哦。看按都好食咧哦。叫做條干娘做嘅，來問佢下。條干娘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做按多東西哦。係啊。哦，也都你看也捏板嘿哈，都真好食呀哦。條干娘，今日菜啲有蠻好食，然後介紹一下好冇？真好食。香菇哦。你哋會水煮個以後。哦，水煮以後，嘿那個香菇種起來就動態要動氣候不好啊，香菇哦。哎呀，香菇炒啊好食啦。哦，炒哦嗬。哎呀，煮湯咩好食啦。香菇好食。鄉親唔但搶講一片的香菇，老派的味素無共樣，還特別推薦橄欖。佢也係鄉親掛保證的，天天就來出發去北山沙區準備煮菜了。大家好，食飽嘛？食飽誒！哦，見面韓方人哦，方人大家來到人哪位？啷個講？國先鄉北山村啊！國先鄉係冇？北山村。係啊，呢一位啊吼，我唔是來過。不過我見面一來，我就知道了風景漢江，無數嘅日月潭，係咪？係哦，見面要煮好食嘅搶大家食，佢見面要乜要煮唔咩捱。要搶到嘅台北來嘅太師傅威廉師傅分享嘅。首先好，各位鄉親，拜拜，大家好。威廉師傅是食料理地步嘅霸主，簡單嘅幾隻工作就做得料理出本人懊惱嘅好味絲哦。威廉師傅，哎，那你有來過國姓嗎？有來過嗎？進來埔里的時候，還有去日月潭的時候會經過，但是沒有進來過。就像佢講嘅，會經過唔會入來，係咪啊？呢？當你進來的時候，你有發現一些特別的地方嗎？好山好水。好山好水，沒好山好水就是青蔥葉味啊。跟有好嘅食材就會好山好水，才會有。跟你哋會有乜嘅好嘅食材冇？我你下嘅時節嚟哦，唔怕。人做的老姨講有乜嘅冇？橄欖香菇。就是暗裝。
很壮。无啦，给正经呢。这两个食材蛮适合做西餐料理的。哦，嗯，西餐料理，这个明明就是中餐的东西，你说要做西餐料理，想必你已经想好了哦。想好了。哦，给上好诶，好哦，给你好好想，给我就去流汗，我就去请食材。 OK。祝我好运。 OK。 Go。阿贤看安欢喜，今朝见散忙啊！南投县嘅桂香乡係國內橄欖嘅生態產區，以種西蘭橄欖為主。西蘭橄欖平常愛種喺無工業污染嘅地區。唔看阿賢今朝見襯衫都好，平常嘅鴉片嚟啦。啊，俺唔知講喺台灣啊，只一南投一蔬菜，還有人種一橄欖嘅東西，實在。 有睇到有乜東西？哎，來看看啊！而家做乜雞啊？太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下架電視台，我阿仙啊。哦，你好，小姐，你好。哎呦，你做乜雞啊？橄欖啊？哦，要烤橄欖嘿。妹妹，愛上來烤嘛？來啊！喺我上去哦。係啊。客上去哦。妹妹，真好搞呢。我頭鞋嘿。冇咩做得啦？都係吧。哦，今日來了。來啊！真好搞。妹妹。 哎呦，哦，扭啊，要扭它。手腳先上，先趴到那個。呀，對了。看哪咩東西？哎呦，你真曉得哦。冇有。呀，你做得好。哎呀，冇有冇有。其實我夾夾了。冇啦。今日炒蛋做得冇？做得。我要炒蛋。哦。我烤麻辣，要炒蛋烤啊。我唔是烤過橄欖呢。哎，我一本。 哦，安尼就做得了。做得咯。你看到橄欖就攞嚟大哎啦，嘅。錯。我唔知講喺台灣咩有人種呀？有咯，新香是青島的。啊，貴新香青島。哎咩？哎呦，那烤面檔哎，面檔哎烤好。哦，烤面檔。哦，攝影師，唔該先你帶我哈。做得。啊，安尼。哦，就安尼哈。係啊。就攞佢打下來啦哈。打下來都好咧。 有看到冇？有看到冇？啊！我哋係黑洞啊！哎呦，我喺搞部較專業嘅人來做好嘅啦，那可能做就好，今日先下去好嘅，我知道懂傳，係啊，好，等下喲，上山容易下山難，看日好用下來。你哋都無果咧，你哋都無果，你哋好較果嘅。啊！ 踩在地面的感觉真好。我看看，呀，種啊條下打下來嘅呀，呀假啦，呀你做得什麼？做得啦，做得先。啊你咁哦？佢睇見我下來冇？讓我介紹一下呀。我識半個，哎呦，你下就下來吧，用按杯咯，對不對？你又都真夾啊？呀都真夾咯。係咩？哦，太子，像安尼上色做的。做得。 真見啦！死了要搶檳榔冇？唔會，你較夾。真嘅。哎呦，先有一點點，然後食了。我牙齒很好，很 seven。唔會啦，兩個好食的。真嘅嗎？好吃的。等一下回甘。你好，我個湯汁會甘甘。誒，冇咁樣哦，冇咁樣哦，我有食到嘅橄欖嘅其他嘅味道呢。一直回甘，做嘛？嘿，個甜，個好夾嘅食。皮啊吼，本來澀澀，咬咬啊，咬下去澀澀啦，哎咬，悄悄啊吼，哎呦，到喉嚨時的是甘甘的。就甘甘呢。按好吃的東西，看樣用嚟做出來，威廉師傅等等哦，太子。 今日做得帶一些轉移，做得咯。今年就介紹講哦，日呢個橄欖係真好嘅哦，也有當季嘅咩？係啊，睇出來時陣。咬用嘅帶轉移啊！你啊，蘇當有啊，可以去多邊耳烤啊。意思就係講喺我自家烤。係哦係哦，自家愛自家烤啊，我蘇當邊樣，我蘇一條邊樣2-3磅幾邊是自家烤啊。 太子，攏唔使你害啦，太多，太子好啊，有你啦，聽樹鳥唔好誒，你嚟講，做
做得吼，我老係天數嘿。哦，太高人很好哦。你都會知哦，你都10年嚟哎過。，等下，唔講泰國嘅樹，也係用嘅喏用。你都有呢。假啦咩？靠下來有呢。哦，也就假啦，咩嫩啊？係啊，你靠下來就完了哦。係啦，我以後食。你也係做面膜嘅用途嘿哦。要不娘嘅哦吼，有呢。阿贤莫過大嘴久嘅那夾夾做事啦。當年生日嗰天就係摘橄欖嘅季節，佢下生年前但唱喺呢度草林當中嘅，冇想到啊都會見本日係意外變做桂香香嘅特色產品呢。哦，你動到，青菜烤就有吧？沖落水無？橄欖葉，落葉又落水咧。哦按連大家望係啦，唔講，按楚楚，人家做做哦愛楚楚，人氣楚楚，按現在辣辣，有咩辣辣辣？哎呦，有落去冇？嗱本地咧，都唔會打到自家啦，唔打動啊！係啦，壓啲咧，係啦，我想我食好食嘅東西啊，一定要受苦，讓我做點忍受，唔怕。我來，太子，好，可能搞到我不會冇哈。攝影師，你還活着嗎？你還活着嗎？我覺得我應該快暈倒了。後來我知道吼，威廉師傅安尼利用出來啦吼，威廉王子講好。你看，一全部就喺我打好了哦，按到哦，成功大豐收，來飲了，來飲了樹哦。莫看起一條橄欖樹哦，阿賢打一條啊，但唱起一條地杯嘅一時半時天天哦。太子講青菜大大就會有200-300斤。哎，阿賢，日日天樹老橄欖樹起來，轉去報到嘅啦。我們愛為哪裡來？唔怕，我潛到誒，也就兩位最有名嘅橄欖，有當成吃哦吼，做隻薄款啊，看你好薄，錯。对，我们很好剥，很方便嘞。好，超方便的哈。對哦，馬上去皮哈。我潛到誒，也就兩位最有名嘅橄欖。綠橄欖對，綠橄欖，而且這是生的啦。生的對， ，OK。現摘的哦。好。那我老用潛到誒吼，也準備好嘛該，我做唔太假實咧。哦，今天我要为大家呈现的料理是嘿绿橄欖煮鱸魚菲力。一項搶橄欖煮鱸魚菲力，食材當澎湃。首先要準備一條鱸魚，切成鱸也可以加豬鱸都做得。還要準備使用芹菜、青蒜呢、蒜頭，還有馬鈴薯、토마토、太葱頭一條。當然還要按你主角搶橄欖啦。按開始要先做嘛該喏。我先直接先把魚肉給處理起來，哦，好吧？給魚誒吼，要趁着新鮮，然後清洗的時間。這個取在菲力的時候，因為在家裡大家都是用中餐刀嘛，對。那我們就是取菲力最好都是用西餐刀，然後就是利用刀子前面的1/3，前端，對，然後切先落去。劃一刀。哦，你看佢切到安尼，當好食用誒。哎，威廉師傅，跟你那個魚排啊，哈，給它那個皮要去掉嗎？其實可去也不用去都可以。好，取好就大概是像這樣子。很香哦。啊，威廉師傅，你就唔對哦，近邊嘅人啊去打個橄欖的時間，我還爬上樹呢。爬上樹，沒有摔下來。還好有大姐救我。真的哈。對，她有教我要怎麼爬，哦有高矮。我一直以為橄欖這種東西啊，吼，就除個希臘或者是意大利當油誒，南迪講按台灣也油呢。真的。而且它一開始種的時候，給它味道要造林。好，那這個骨頭呢，我們就不要浪費，然後我們用刀背把它，稍微敲一下。好，因為我們今天有準備那個雞高湯，取它魚的那個鮮味。做到啊鮮魚高湯。對對對。
像鼓掌，像有无卡啊吼，不是碗的什么？规面落去煎啦吼，无就整啦吼，就看无讲安尼，你看像安尼就好多了。我们取完这个菲力有没有？嘿，背部我们还是利用刀尖部分稍微好再给它处理一下它的鳞片哈，刮刮啦，然后刮刮啦 ，OK。好，我们利用一些哦，你下就做好冰油的嘿，橄榄油、蟹芽，稍微抹一下，嘿，还有黑胡椒，黑胡椒，静置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差不多不用冰5分钟啦哈，让它入味一对，下。让它入味一下。那我们先来处理那个番茄。要 tomato 就老一切切啦就好，嘿冇。我们要先给它去皮。好，要 onion 去皮呢我。们的番茄的蒂这部分，先给它蒂去掉。好，我们去好以后呢，我们在头这一边呢，稍微画个十字。哦。这样子利用滚水烫过，然后冰镇，然后就把它泡到冰水里面，然后就直接可以剥皮了。哟，安尼方法较无看过哦吼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来处理洋葱。洋葱要差不多还要切多样的。切丁。切丁。那洋葱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蒂，然后它是比较硬，然后把它去掉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是会把它煮软。威廉师傅报告。是。水滚流。好 ，OK。来，我需要一点冰水。哦。冰水来咧。放这边。好。滚了以后，这个。那个头要朝下。对。哦。先示范2颗。哦。好，就是大概把它煮到，就是它，因为它如果就是皮脱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十字这边它会稍微就会开，对，就会开起来。就可以发。但是千万不要煮到太熟哦，煮太久，它的那个果肉它就会开始烂掉。哦，有没有？它已经有一些落，跟皮要落下来。好，我们就放在冰水里面。哦。好，接下来这2颗给你。没问题。有鸟人来天数吗？耶！来大叔，欢迎美女。耶！来，来吃烤呐。鼓掌不卡，要加油煮吗？油啊哈。嘿，油动神奇油哈。2开始你都得剥壳啊，看你好崩，差不多就可以。差不多就可以拿起，好，就直接剥。完后。对。有没有很好剥？方便嘞。哦，超方便的哈。哟，马上去皮哈。鼓掌不卡不安尼做嘛？看唔实啦吼，看唔实安尼做都。做完倒摆顾客爽脆啊，金边人迄第一个就拢来天数的人，很好哦。荣幸哦，没有，是我的荣幸。现在刚刚那个西芹把它去过皮以后，一样把这个西芹切成丁状哈。报告威廉师傅，给tomato好了。好。耶，谢谢鼓掌，谢谢。非常漂亮。我们这个西芹呢，对开以后，把它再对开。你还没有切安尼细细的哦。对。报告那个哪个高汤，我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就可以了。等下做的嘞。给了削皮嘛？要。好，给拿来，然后天数。那我们的那个鱼高汤，我们就把它的汤再倒回碗里面，好，稍微过滤一下。就请我夹个桶就黑就。然后这个锅底呢，好，继续等下拿来炒蔬菜用。哦，还留有它的那个香气。对。再来我们就处理青蒜，1开2，然后再对半。葱芽还拿来摆盘，还有炒诶。炒在里面。炒在里面。对。洋芋的话因为我们就是看个人的口味，想要它扎实一点，就切成丁状；想要它的淀粉质而已，就是有马铃薯的味道，我们就把它切成片丁状，都可以。给人家切好，不用了。好，可以开火。好，锅子稍微烧一下以后呢，一样热锅了油。木头我辣辣，
富太太嘅油冷诶。中餐的话，它其实它做菜是喜欢快炒，但是西餐的话，比较喜欢就是用热锅，然后冷油，然后不希望就是说一下去的时候，它的食物马上就上色，希望把它的食材它本身的一个香味弄出来以后，然后再继续做拌炒。洋葱就先下就对了。洋葱先下，好，炒到有点上色，上色哈，好，有色了那我呢。们先先下这个马铃薯，马铃薯，好，因为马铃薯它比较淀粉值比较高，所以它等一下在炒的时候一定会稍微再出一些水，哦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会先把马铃薯下去炒。来，熊圈，那个我们刚刚已经去好皮的番茄，那一开始，哎呦，去掉，然后稍微挖一下，把籽去掉，哦，然后呢，留它的肉，对，留它的肉，然后切丁1、2、3，好 ，OK， 快点，来嘞，好严格的师傅啊，熊圈，哎，可以看得到哈，这已经都上色了啊，很香。跟俺做在生吗？不行，还没好。还没好。好，我们加西芹。哦，没问题。我按讲啊，没有夹夹地位哦，好生意哦。哦，你这个到我汤还没倒下去之前，你都还可以切。希望我刚汤倒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要切好。挺比你有很艰苦的事情哦，又不橄榄大刀，哦，又要爬梳、切梳。他刚刚说几刀？3刀，然后4刀。对。好，这个熊轩，这个芹菜味道也都出来了，有橄榄就可以放下去了。一下就会炒到家个芹菜的面啊，又出来。你橄榄叫你不用弄一哦，就这样哦，就直接下去啊。哦，很贴片喽。来，快点快点，我快要那个了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放一些白酒。报告威廉师傅，一定要4颗都要吗？还是2颗就够了？ 2颗就够了，你还有30秒时间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青蒜稍微炒一下。我准备要倒汤喽。你有那种威胁主持人那种。好，最后一颗忘记。你看我让你半颗了，你还没切完是怎样？是让你。这样子哦。当然不是。好，番茄再倒下来。哇，哎呦，一哈没看到。好，来闻闻看橄榄的香味。有。好，这个时候高汤就下去，给我点盖吗？不用。对啊，故意呢。鱼盘呢？等到这个高汤把它煮滚，然后转小火，然后鱼再放下去，用浸泡的方式让它变熟，这样鱼就可以吃到那种柔软的口感。吃到这样柔软的口感有糖豆吗？等一下就来看看都带油按钮吗？来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哦呼，来这样啊，先吃看啊。懂丰富的口感呢。对。有个鱼的香气，又懂得个蔬菜的香气，尤其是橄榄味，它很突出。好，我们的鱼呢？鱼肉。鱼排。炒下。跟牛给片啊，炒下不用都带好。琼轩，你是说要介绍一个好的东西叫橄榄茶呢？好彩你有提醒啊！炒，呀，2位可爱的小姑娘咯，准备好嘞。然后介绍不太改啊，橄榄茶，我怎么瞬间忘记了？哎呦，还有变的橄榄哦，冻好食的哦，来吃吃看啊。也就给客家人好客嘅身體，遇到有朋自然風來，就想拿出自家珍藏嘅寶貝，伴大家上看啦。也嘅問題是自家滷嘅橄欖啊，唔單止甘甜，還勁臭勁有味絲哦。
给威廉师傅。好，呀，橄榄肠是多用吧？淡淡的橄榄香，然后会回甘，会回甘然后哦。带一点涩味。嘿，忙啉到的时间对就会先闻到那个对对橄榄的香气，很特别，好喝。唔排差不多的嘿。来，麻烦你鼻子靠近一点，哦，好。它的味道。醉了。因为一开始要先批到嘅啊，一下嘅橄榄一下就出来，散的呢。多了。啊，哦，嘅香菇肉按电影下，足电的骨饼，然后旋转。哎呦，冲下嚟炒嘛，炒。睇下，入得倒機嘅，就拿到一種嘅。散的呢。我手摆盘也很重要，我们全部都要放进去。不用。那个汤汁呢？汤汁也要。好，因为它的那个汤汁，我要让它稍微再更缩一点，味道再更浓郁一点。但是我希望呢，它可以在浓郁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滑顺的口感。哦，这个时候再加一点橄榄油。橄榄油但是我不是加在这边，不是加在这边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吃起来会比较顺口一点。对。那其实这个不用经过再煮，哦，不用再煮。哎，sauce这样淋上去就可以了。哦，还要这样一勺一勺慢慢的淋上去。我在作画。威廉师傅是画家。威廉师傅，我做在洗一粒给橄榄吗？好，你可以继续摆盘。也是还是很硬哦。好啊哦。威廉师傅很厉害，那个汤汁是有进去压橄榄的呢。好来，是不是？最后，那我们就要顾客上菜。大叔，上什么？上哦，加上了哟！来，唔使客氣，試看下哦。等下哦，一檔葱椰味哦。好吃，咱那皮豆都好吃的。牛皮豆嘅嘿，哎，有嘛個香氣？橄榄的面，有吼，有一條，跟牛咯，牛碎了牛白。一弄英文吼，有食過安尼冇？冇，冇吼，好食吼。好吃。海子，來哦，來切哦。有什麼？等下啊，我睇下有食到嘅糖啊，我吃了。一下啲吼，人嘅橄欖做得安尼煮哦，對啦，好多咧，好起來。哦好起來哦。鄉親啊，要好起來麼？日嘅來服侍下哦，先攞濃嘅牛拿出來，連底嘅橄欖油，攞五腐椒、滷冰一米，存到嘅五骨頭，你做唔得大餸哦，要拿來補皮糖。撒下來，攞토마토剝皮切到一堆一堆嘅，古老馬鈴薯、長筍呢，還有太葱頭切咗一細堆一細堆嘅，就做得起鍋爆香了。攞家下嘅太葱頭炒香，佢會就算是兩葉橄欖、長筍呢，還有토마토倒入煮好嘅皮糖，還要醃10分鐘，佢會將滷牛醃2分鐘，一項菜就完成嘞，係咪當簡單咯？一項唔同，應該做得半亞線加下大橄欖60條嘅熱氣補進來喲，也就夾去潛海雜食材香菇啦。山意思高，又鹹又嫩，嘅香菇啊，看哎安尼蔬菜裝有狀態哥。狀態哥唔好，嘿，牙仙，喺牙仙就好，嘿呀，客家天使台顧客上菜哦，嘅今邊人啊。我來尋日香菇啊，吼，鄉親就講，伢那片的香菇最好的呢。哦，我是種菜的香菇，嘛個菜？種菜的蔬菇的。哦，蔬菇的哦。老實講哦，我唔是看過人種。唔是看過。係啊，唔做得搞藝冇。你也記看伊咯，用按油哩咧用的喏，也記幾多年了呀？哦，你記差不多800年咯。8年？佮唔記多細聽，也是啱我講。哦，佮有歷史的喲。有歷史的喲。佮安尼大孔係嘛意思呢？要大空吼，所以用大粒空，等下老菌種植入半年以後，伊就會天天的生到粒幾條。等下，你聽我講，我幾久啊？半年。哦，半
年。哦，我养菌半年。等下诶，佮学半年啊，佮香菇我用甲晒啊，等下就爱煮的呢。哦，唔怕，等下我当带你去摘来种诶，过年时拢爱上西做田，我当做带你去。跟我来四大看好哦，哎，平平人用按幸福的事情哦，要烤橄榄，也还要大香菇，唔对样事。我搁较太你就是你。这颗很深吧？我老给转起来呢。嘿，错。哦，安尼加什么？有。哇，我眼拿到呀嘛该哦。来睇看啦。哎呦，真嘅有一些个香菇诶，个面丝同好呢，也就是香菇嘅菌种啦，吼。佢暗时人看过要样的种下去啊。如果白日洗地安尼吼，你掠空啊用掠机，安尼来吹落去。我设备现啊吼。我设备现啊，将来归纳。啊，我头先就讲头摆吼，安尼出现，记录安尼吼，老咧把做伊洗地吼，啊啲啲啊，过来洗到转去，嘿。哎呦，我按现哦。哦，嘿错，安尼都唔是买蜡。等下，这样按你香菇就要生出来。错，半年伊都会生出来。哦，今日就做得了四种可能哦。来，做呀事情啊，水波的，按你要得多冇？唔会，唔够咸，唔哈。含辣嘿。嘿，多按你差不多。也以你所的材料较难寻，再加上种的时间老过长，比一般的香菇较麻烦，故所用炭木来种嘅人係見來見少咧。不過泰國係你堅持用炭木來種香菇，聽講就因為一個香味啊，實在係挺上癮嘅啦。哦，因你來摘香菇，哦。係多了。cái香菇肉按電影下，係咪按電影下？叫來講，我唔是看過香菇係安尼呢，像頭下啊大泥孔啊吼，啊，佢做得上按道類哦，唔係講一個孔就一個香菇安尼。唔係。等下睇個一下安尼都摘得嚟。錯，竹電嘅菇邊，然後旋轉，因為你安尼綁吼，加樹皮會爛脫，爛脫以後，下一擺該都唔會過生香菇嘅。嘿，樹菇嘅一腔樹皮。今日就試摘看下哦。好，你吃看哪裡？哎呦，用錯。睇架，我得倒記嘅，我拿到一種嘅，我當歡喜嘅，因為我人生天擺摘嘅香菇，就廿類，一類要幫我做得幫我帶轉去。做得根本摘嘅攏做得俾人帶轉去。摘嘅全部都幫我帶轉去。哦，很好哦，威廉師傅，做得做出來咧。很香哦。嘿，佢當煮起來嗰下很好。泰哥，今日看到啊吼，佢安尼當盤咧吼。嘿，當盤。今日又看到，像也有按泡咧。哦。也係蠻差別哦。佢煮起你也較慢摘。哦，你也太慢摘嘅哦。錯。你安尼假使就冇按好。較冇按好，來牙狗唔用嚟看煮來，存落嚟啲名了。名家這個菌散的下邊有隻空間一台吼，按你名了，佢冇空間。哦，就會蠻好。哦，我知咧，都講講啊吼，今日中間那個空間啊，安尼係名喺度，就當好。啊，像個安尼太細類嘅，就冇蠻好摘，像安尼迄結構嘅。安尼差唔多天光日嘅暗部咁摘咧。哦，就差唔多2日啦，吼。錯。差唔多下。啊，像你係冇摘吼，差唔多當初冇摘。等下就變安尼。都暗部也佢都變安尼，你那名看安尼。就哇。佢也平鐵咧。係啊，就平鐵咧，佢就冇個弧度啊。係，錯。就是冇漿誒。哦，安樣啊。啊，古時候摘嘢係都看埋個時間咯，吼。像係一般的摘是攏早3分摘，早是當初暗部頭，
错，当日就来看，当然做我来，一年来3度。错。哦，学生人就冇安甜哦。香菇一生啊出来吼，泰國就會留時間照相腳了。就算喺個毛澤度啊，都會下豬頭，也嘅賣相就唔好嘅啦。好地要種泰國第一片，希望我看阿些唔聽錯不老太太細細嘅香菇吼，仲下毛槍槍啦。香菇哪度嘅，日日在去報道啊！香菇很香哦，台木的香菇啊，青豆的。威廉师傅啊，你在哦？不然呢？我那么大只。冇啦，我想讲磨出来今边就俺来煮啦，哎呦，结果唔采哦，你看，青豆的，椴木香菇，现摘的，现采的，我刚刚花了很大的功夫采的。又爬树哦？没有爬树啦，这个不用再爬树，虽然它是种在树上的，可是它不用爬树。那个张大哥他有教我很多好方法，就旋转的把它转下来，然后要爱惜那个树皮，让它可以再长。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我还给你 bonus， 还有偏人送的快递来耶，那个一个林泰国，呀，加个柠檬啊，咩客家人是甲种的哦，叫做松来，想要松本。好呀，这个用得到吗？用得到，用得到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先介绍一下，我做嘛个菜不太敢吃啦。OK， 今天为大家上的这道菜呢，就是炸椴木香菇。哦，用炸的哦。然后做柠檬塔塔酱。柠檬塔塔酱哦，这就外国人的吃法啦，外国人的吃法。当然喽，我做西餐的嘛。哦。一項椴木香菇做檸檬塔塔醬嘅食材要當到好我，先準備中鹽2味、海菜、雙黃瓜條、太葱頭、西토마토還有桂香那位種鐵山檸檬，前面當然愛按你主角椴木香菇啊！哦，威廉師傅，我開始之前啊，吼，我要讓你介紹一下，呀檸檬啊，有種特別的食法咯。用嘅咖啡粉，還有嘅砂糖。沒吃過這樣的吃法？冇食過，切不能切，食我請嘅朋友來試試看啊。OK。你啊？薄片嗎？啊？薄片。薄片。要多薄？0.1公分。0.1公分是不是？對，觀眾有在說，真件當胖呢。等下我請到嘅人然後當貼片咯，睇下我啲哦。呀，香菇啊，唔係騙人種嘅，就係佢。張小弟，張先生，張先生，來，來到了前面。哦，你個香菇咚讚，要慰勞你一下。你哈，你敢食人檸檬嗎？敢咯。嗰種有食過人嚟食飯嗎？冇哦，好哦，等下哦，就本試試看下哦。要用咖啡粉啊，呀，砂糖都得較多一些的啦吼。OK， 來喲，先來小小的顧客送出一下喲，來試試看啦。直接挑一片。哎呦，是太片了喲。對啊，特寫一下，用完。糖不夠多是嗎？糖不夠多。不是它怎麼樣？平用版。威廉師傅，你要不要來試試看？買一條麵糊，然後有一個秘密武器，只要加了這一罐東西。哦，穿了一件透明衣一樣。威廉師傅，你要不要來試試看？這有小片一點的。那這樣的吃法，你覺得呢？然後它的咖啡很香。這應該是活性咖啡，對不對？哎呦，你很厲害哦，吼，大概就是來吃了，就很獨特的香味，對不對？其實啊，阿先係因為啲桂香嘅檸檬香味特別濃，故做特別先本大家來嘗看啊桂香檸檬嘅黏味。接下來，威廉師傅就會開始教大家做檸檬塔塔醬了。好，那我們就切洋蔥、酸瓜跟檸檬，洋蔥碎的話，大概只需要半顆就可以。哦，要切到碎碎哦。對，要切末啦哈。對。你倆哈用板。我剛剛已經切好洋蔥碎，對，我們再來切酸瓜。酸瓜。哎呦，
哇，这切的好碎哦，切断了哦。帮我处理那个椴木香菇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报告，请问这个香菇我是不是要洗一洗？不用洗，不用洗，菇千万不能洗，千万不能洗。洗了就把它养分给吸掉了。哦。那通常如果像这种香菇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土，嘿拿卫生纸把它擦一擦就好。哦，甜了。好，我刚刚已经把刚才所有切的料跟美乃滋，把它混在一起。是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柠檬皮加进去。好。哦，好香哦！哦，差不多一粒哦，主要就是取它表皮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削完皮的柠檬呢，一样取它的肉。柠檬肉我要把它拌到柠檬塔塔酱里面，增加一些它的口感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已经用掉整颗柠檬皮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取1颗的柠檬汁。哦，要加到1整颗哦。加了洋葱，然后酸黄瓜、巴西里、美乃滋、柠檬皮、柠檬果肉、柠檬汁。像安尼一个安尼塔塔酱，家己买都有按到这种东西。黑胡椒，好香哦！赞。盐巴。试吃时间又到了。好，试吃。香哦，很像拿个洋芋片，妈妈改东西了，不厉害。有点香，我来试试看那么。有哦，哎呦，来，太极来，哎，大姐，好，哎，贵姓？姓陈，陈大姐，太极来试试看那。试试看那嘿，嗯。你还有吗？竞菜赢啦，因为我没干杯，竞菜，唔怕。哦，很好吃咯，真给那个洋葱的面，个有敲到无？有烧到洋葱，又含有个酸黄瓜，对，有一些个巴西里的叶呗，雷梦呢，还有雷梦，呀，加个酸甜度刚刚好，又是个好，哎，好吃哦，谢谢威廉师傅，好吃呢，大家懂你加油。没想到蛋枪黑柠檬塔塔酱就相当的香甜呢！哎，夹老中间处理好，还有个炭木香菇对半切好，海菜没有见到拄好的态势，所以个材料准备好过后，就做得来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来调面糊。哦。低筋面粉，然后有一个秘密武器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各位乡亲，请问一下，如果你们在家里想要做炸的东西的时候，面糊你们都会加什么？蛋啊，泡打粉，会想要让它蓬松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告诉你们个秘诀，只要加了这一罐东西，苏打水，对，然后它这个有个比例，150公克的低筋面粉。加1罐330 ml 的苏打水这样你炸时间会气爆吗？会？不会。哦，就不会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油爆啦，不是气爆啦。不会。哦，好多。要1罐呢330 ml 的苏打汽水。对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现在刚刚已经让它的油稍微降温，等一下我第一个会先炸香菇。先炸香菇。对，然后再来炸海苔。最后才要炸海鲜。因为海鲜有水分，它会让油快速裂化。对，我们先试一下它的油温。好，它马上就会浮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代表 OK 了，可以炸了。按你做的嘞。哎。哇！游泳，水水了。上色其实代表它就已经好了，然后就是也不会把它香菇的水分给炸掉。哦，把个香菇个水分就收起来，对，包在里面，然后，给一炸好啊有点上色了之后，羽毛汹涌的呢，好像做个国王的新衣啊，穿了一件透明衣一样。有没有看到薄薄脆脆的？对，就泡泡，唔好讲苍蝇，我不会吃到个冻盆啊，跟面粉全部都吃到面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刚刚有讲到。就是要炸海苔，沾一面就好。沾一面就好啊。对，
沾的那一面，朝下。哦，然后那里轻点哦吼，然后稍微用，它会浮起来啦。对。这种安尼炸起来哈，你安尼不用旁边，给我软的嘞。那你放在旁边，它不会再软掉吗？不会。哦，真的啊？是没想到，花枝圈就安尼炸嘿。哎呦，等一下差不多快要完成了哈。好。这个香菇，哦，也可以放下去。哦，基本上这个中卷炸完以后，我们还要再炸碎碎的东西，9层塔。9层塔芡菜，跟唔咩做咸酥鸡咩？嘿妹，你也不会，要就会用咸酥鸡的意思就嘿啦。哦，哎。好，加一些黑胡椒。哦，咸酥鸡来了。威廉师傅，你就改行卖咸酥鸡就不为啊。哦。先推动穿钱了。摆盘。哦，这样放上去好漂亮哦，很香哦。后面再加一些柠檬皮。我不得不重复一次，你是画家。谢谢。你是艺术家 ，artist。完成了。完成了。几来哟？顾客上菜。结束。哦，太假来哟。要看到冇？要看到冇？累啦！53號都忙工的，就把来，让他们自己来好了啦。啊，自己来啦，然后自己沾那个。唔怕。用本本的，用本呢，来，用夹要较强啦。哎，来看看哦，其他颜色都用板。帅哥，用板。吃到有没有功法哎？好吃。用板，你吃，哎呦，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，你吃都你妈干不够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次吃那个香菇啊，不知道我的香菇可以这样西式做法。西式做法，第一次这样吃哦。它那个用那种塔塔酱没一撇的哦，对，它可以引出它的甜味，是不是？总太公讲法用我暗食材很排泄哟。塔塔酱嘅做法哦，其實唔可以難啦。首先，我攞太葱頭、酸黃瓜切到綿綿，弄入麥內子、巴西利、檸檬皮、檸檬汁，攞佢攪勻，一個塔塔醬就完成咧。撒下落去注意哦，150公克嘅大件麵粉啊，落一罐蘇打水過後，就變做破香菇嘅麵糊咧。按用破好嘅香菇、中間撈海菜，香味會行個上癮咯。記得咯，火都唔得開到跳猛，破出火來啦，米絲就唔好了。撒下來所有嘅東西裝到盤內肚康，就做得開始本地塔塔醬來享受咧。因為嘅料理唔單搶本亞線好多檔多，每本鄉親食到飽必必咧。大家冇唔記得，下禮拜再過來顧客上菜了。